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继续来看美国甲以色列联军上新的进度。伫咧过去这4天内底，已经造成伊朗将近800人的死亡，也连带嘛引起附近的冲突。黎巴嫩真主党因为伊朗的支持，向以色列来射飞弹，以色列反击空袭贝鲁特，嘛造成50个人死亡，335个人受伤。黎巴嫩南部的总头庆俄恩，这是以色列发动的上新一波空袭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甲以色列发射飞弹的行为。初三一个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甲媒体讲，以色列军队当日挖进黎巴嫩的边境，国防部长指示部队控制这个境内更较侪战略要地。מהמקום הזה יוצאים לתקיפות בלב טהרן, בדאחיה בביירות ובכל מקום אחר בו קיים איום על ביטחון מדינת ישראל. 美国总统川普的战争目标无明，对一开始美伊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死亡，川普捌呼吁伊朗的百姓推翻政府，暗示追求改换政权。也毋过高级官员随个背回改换政权毋是因的目标，川普初三随个改喙。Mr. President, what'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that you have planned for in Iran? Well,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worst case. We have very much. I guess the worst case would be we do this and then somebody takes over who's as bad as the previous person, right? That could happen. Crown Prince Reza Pahlavi, is he an option at all in your mind? It would seem to me that somebody from within maybe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对着伊朗扩大反击区域的目标，以色列的空袭愈来愈烈，加强飞弹发射设施，也有武器工厂的力头。而且伊朗有对以色列射数十粒弹道飞弹，也搁伫海湾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美国驻外的大使馆。就伫个美国驻伊拉克甲科威特大使馆受到伊朗无人机攻击了后，初三驻里亚德的大使馆也受到影响。沙烏地阿拉伯国防部表示，是造成小型的火灾甲小可财损。迄当阵大使馆内底并无人。美国国务院下令，毋是紧急政府人员，都要撤离约旦、巴林、伊拉克、卡达、科威特等地。伊朗当时还佫表示有侵袭巴林的美军基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中东的局势紧张，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机场甲海湾交通是规个拍夹。阿联机场目前是大条件来恢复运转，先互就万的旅客来离开。在地也有公共业者先把空间让出来，互受到影响旅客会当免费有所在通好住。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嘛无买人数，向真侪国的美军基地开始报复式的轰炸，造成中东的紧急局势一直欠悬，航班嘛规个乱起。这几天以来，中东地区已经取消上万架次的航班，世界上无用的航空中心杜拜机场嘛封闭得只好关起来。不过，就伫大规模的停飞了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机场伫初二是有限度的停客，少数航班会当恢复起降，互国留伫遮的旅客会当返去厝。In Dubai, it's been terrifying, to be honest. We've been hearing explosions, we've been seeing smoke, seeing missiles in the sky. 就算机场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但是90%的航班嘛是封闭在取消。旅客毋是跟大包小包伫机场在等，都是真做心死嘅在找大嘅所在。对这杜拜和阿布达比在机在做奢华公寓嘅业者，都甲有空嘅房间都免钱提供予受影响嘅旅客，而且佫呼吁讲，其他嘅公司嘛是同款会当像伊咱嚟做。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ыла забав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видимо, сработало ПВО и как бы был след на небе, хлопок.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кунд просто на пляже сделали музыку погромче и продолжили отдыхать. 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几个重要海湾中心是连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之间的长程航线，旅客是对世界来的，有带某含几个月大的红婴仔，一家伙3个人去巴基斯坦探亲，但煞无法度转机返去厝的英国公民，就急要找其他的替代方案，佮有无法度经过伊朗的空中，飞行机只好一直伫空中坐来坐去，一直到游拢无啊，佮转去卡达的首都杜海的西班牙航班。根据了解，当日差不多有几百万的印度和孟加拉的公民会对阿联转去因做工课的地点，因为安尼因受到真严重的影响。另外，德国目前佫有至少3万的游客佫留伫遮。另外，意大利政府是采取包机的方式，甲127个公民撤离。另外，日本嘛已经甲5个公民暂时撤离去到约旦。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目前咱伫咧中东地区的侨民甲民众大概也有3000几人，伫咧以色列有262个人，暂时也无撤侨计划。
咱自以色列代表处嘛先帮助2个留伫咧以色列想要离境的台湾人，先坐专车来离境。美国联合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德黑兰，引起伊朗的报复。中东真侪国家受到战火影响，引起中东地区空袭关切。美国国务院发布紧急旅游警示，叫中东地区10外国家的美国公民随撤离。咱外交部除了甲埃及、以及约旦的旅游警示调整做感色，嘛统计目前伫中东地区的侨民甲国人差不多3000外人，伫以色列拢总有262个侨民甲国人。外界关心咱国敢有规划要撤侨？留在当地并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国家都并没有撤侨的一个计划嘛，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协助他们在最安全的留在当地，然后等到空域开放再适当离开现在是目前是我们的一个政策了。我们的相关住处呢，都会随时提供国人必要的协助。吴志忠表示，大部分的侨胞伫沙烏地阿拉伯，侨胞讲伫当地较安全。代表处拢有照顺序敲电话甲侨胞联络，嘛协助2个留伫以色列的国人离境。如果有侨胞期待透过陆路离开的，可以离开的我们有协助。比如说以色列就有2位是透过陆路离开前往约旦跟科威特。但是因为战争受影响的台湾旅客，交通部观光署统计，拢总差不多87团，2364人，其中欧洲团有5团，121个人已经坐回台班机，不过中东团的部分还未坐飞机。记者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明显变冷啊！台湾各地譬如金门、马祖，拢会落短暂阵雨。咱来看分图。今透早，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低温是14度至16度，其他地区是17度至19度。这波东北季风强度接近大陆冷气团。各地高温，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是19度至21度，南部台东地区是23至24度。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看台南咸水的芳仔炮，昨元宵暝是活动的最高潮，潮民盛大。今年同款是有人去炮仔炸着伤，加在是无发生重大意外。另外，昨暗晚8点的时阵，这南西是又搁发生规模5点控的地震，加在是无传出灾情。放啊炮咻咻叫，规条街仔路互烟火照甲光亮亮，炮啊声放袂停。台南咸水元宵暝气氛真热烈，新桥队伍暗时6点对目标出发，沿街区慢慢啊行，人阵哪闪搁哪翕，迎接当地一年一届的传统盛事。5月10岁的烟火真灿烂，有游客是头一届来，就伫咧炮声当中感受刺激甲感动。今天跑2次啊，第一次就是疯狂躲，就是背着他，后面第2次就变成正面在录影这样换画面，好像很紧张。放啊炮咧放的时，暗时7点52分，伫咧台南市南西也发生规模5.0的地震，游客也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加在并无传出灾情，现场活动继续进行。刚才录影的时候，风炮一放，我以为怎么说风炮威力这么强了，地板都震了2下。刚刚也发生了地震，我相信关圣帝君一定有在保佑保佑大家有惊无险。这届有数十万支放啊炮同齐放，威力真惊人。真侪民众伫安全无挂手笼来参加，也有外国游客满国旗双人注目。不过也是出现一寡受伤的案例，大多数拢是头壳甲手无防护受到影响。站在正中央就被打到，被打到哪里？眉毛上面。看就飞出来，我离很远呢。我怎么他突然乱窜？很多人会以为风炮其实只有在现场最靠近的时候才有危险性，其实在周围风炮还是有可能会波及到，所以很多是意外被射到。根据武庙的统计，今年元宵暝虽然不是假日，也毋过初2、初32天，也是剩差不多60万人来参加。有100档历史的咸水放啊炮，也是伫元宵暝城内信众加观光的人阵。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咧家己主办，昨下晡也有采价活动，来自日本、纽西兰甲韩国的表演团体接力演出。咱国内也有马戏团、抓风车剧团等团体做伙表演，闹热庆元宵。音乐一出来，互观众拢听假，这是结合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和现代文化的电音三太子。桥头的服装配好看的笑容，这是对日本北海道来的表演团体。
讲纽西兰毛利文化表演团，和观众体会各国的风情。初三是元宵，今年2026年台湾灯会伫嘉义县举办，下晡举行开幕日的采购活动，邀请20组对日本、韩国、纽西兰等国来的团体，伫县府头前的广场做采购表演。很感动，很棒，就是还有来自国际的队伍这样子，对，然后带小朋友来，就是起鸡皮疙瘩，非常感动，对，而且今天老天也很赏脸，对，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伫初三早起，嘉义的雨是真大，嘛互今年主办灯会嘉义县政府是真欢乐。好佳在伫活动开始进前，天气对落雨转做乌阴天，真的就很诚心的跟妈祖讲，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那这么多工作人员辛苦这么久，希真的可以天公作美，卖落雨，好玩的让顺利。2026年台湾灯会伫过8年后，搁回来到嘉义县来举办。官府表示讲，是用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办活动。除了下晡的采购，注定展演嘛是真精彩。登记的对初3一直到15，观光数嘛预估今年参观的人次有可能超过200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元宵节，除了看花灯，还有一个天文奇景，就是天狗食粿。台北市天文馆是专程直播，讲这届若是看不到，后届就要等到2072年。古代的民族啊，有很多对于血月感觉是很害怕的，他们只要看到血月红色，他就觉得很不祥，觉得很不安。元宵暝，台北天文馆开直播解说天狗食粿，出现红粿的阶段，就对暗时7:04分到8:03分。现在开始出来了哈，它就是指月亮跟地球的本影内切，好，准备离开地球本影的这个瞬间，我们叫第3接触点。若是台湾全球拢咧小看天狗食粿，这是出现伫墨西哥的景象。这届若无看到，后届天狗食粿还阁要等2冬才看会到。若准要伫元宵暝看天狗食粿，要等到2072年。要看月娘，这天气也着爱好。受到冷空气甲华南云雨的影响，拜二全台湾拢有短暂阵雨。我们预估在周4之前，因为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的下雨几率相对是比较偏高的。周5之后，华南雨区逐渐移出来了以后，到时候转为比较偏向东北季风的形态，大概走向迎风面的，像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容易下雨，中南部恢复到稳定的多云到晴的天气。这波东北季风预计拜4会开始减弱，也毋过拜5又阁会变强。暗时要看花灯，要特别注意穿雨袖，而且早雨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中国配偶李正秀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违反两汉条例，立鬼的身份嘛受到质疑。公部门提出当选无效的告诉，李正秀强调尊重各单位的权利，相信司法会行伊清白。联合报刚经伊调查，咱台湾65岁至75岁族群，家己感觉讲这生活上有听无清楚的情形，是比例有到18%左右。伫咧这共这阵人发生失智症的风险，也比别人较悬。意思是建议讲，对50岁开始，就要注意家己的听力情形。最后是中国时报，世界棒球经典赛公办的热身赛，咱台湾是以5-1攻赢日本的冷军营的2军，过来就准备要拼3月初5的预赛。国际上要紧，继续来关心伊朗为着要报复，发动大规模的反击。若是针对美军基地连续在阿拉伯顶破坏国家的自由设施，也拢遭受到攻击。这个专家表示讲，这伊朗用的拢是小架的无人机，就是超过伊要去消磨恁的400万美金的防空飞弹，看啥人会当挡较久。美国伫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大使馆车厂透早遭到伊朗无人机的攻击。الدفاع عن لواء الركن تركي المالكي عن تعرض السف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另外，包含沙烏地國內上大煉油廠、卡大液化石油氣廠也遭到攻擊，互生產煞停落來。英國伫地中海薩普勒斯空軍基地，車只遭到伊朗無人機攻擊，好佳在無情願傷亡。暗國基地已經進入警戒狀態。Of course, the strike last night caused great consternation amongst locals, and there's a community right next to the base called Akrotiri. And local authorities have warned people if they choose to evacuate, they have places where they could stay.
统计显示，到7为止，伊朗已经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卡达发动数百列飞弹甲数百架无人机的攻击，这两国拿炸率拢超过90%。不过专家警告，德黑兰咧透过财务耗损战，是要炸大民军的防御资源。伊朗的竞争者136单向攻击无人机甲结构简单的小型巡航飞弹，伊的计数真低。竞争者无人机差不多是2万美金，核弹票63万。不过负责拿炸爱国者飞弹拿炸系统，每列飞弹计数拢超过1.2亿台票。专家指出，伊朗想要透过无人机海的无对称作战，想向美国的防空弹药来挑拨民友对美国支持，同时大量提悬战争成本。And what they can do is impose a heavy and economic cost as possible, with the aim of the likes of the UAE and Saudi Arabia,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n potential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and Israel to de-escalate because the cost is becoming prohibitive. 经济学者指出，美国甲民军面对伊朗的无人机海战术，就亲像用法拉利去拿炸电动脚踏车，这种用量换价手段也捌出现伫乌克兰战场。罗西亚军队利用大量设计无人机攻击，和乌克兰军队被迫动用珍贵的爱国者系统迎战，最后无法度继续。在中东也同款，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进前也证实，这摆攻击伊朗第一摆派出设计长程新方式无人机，每一台成本加了110万台票。设计灵感就是伊朗的竞争者136无人机，是要向基人之道反之基人之身。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讲到这届中东的战事，美军有3架 F-15战斗机去友军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失误甲拍落来，6个飞官是跳伞安全逃生。有这专家是指出讲，咱来建立空中第5分辨协机，减少去友军拍来机会。空中出现一撮火光，一台战机就火烧起来，机身一直冰雪落落来，画面看起来真危险。飞官随大声逃生，平安落地，互人解救。美军联合以色列空袭伊朗德黑兰，美军3台 F-15战机煞意外去友军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射落来，机组人员顺利逃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是友军误射。伊朗展开大规模复仇行动，射真侪飞弹和无差别攻击以色列杜拜、科威特这个国家。美国自科威特大使馆传出去帮助，佫出现真大火焰，大使馆叫民众就地避难。对美方3台 F-15去友军误射，嘛反映战场安全管理有真侪问题，包括电脑识别 IFF 系统失效，联军指挥甲管制协调漏碰，也有高压作战环境的影响。前爱国者飞弹营长周武平分析，误射原因可能是 IFF 电脑识别密码无同步。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经过科威特的时候，他并没有跟科威特说明他今天相关的这个所谓应答器的号码。那也因为这个样子，致使科威特在实施敌我识别的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敌机类的目标。周武平讲，应该建立侪元识别机制，统一电脑识别 IFF 密码同步制度，设立安全走廊。特别注意的是，台海嘛是冲突的热区，若是两方发生战争，各国军机可能会伫台海天顶出现。安怎降低误射友军？前幻象飞官李英良讲，并且都要建立跨国通报机制。开战之前，或者是在重要的时刻，必须要做一个参数的分享，才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在训练联合作战之前，必须要有相同的作战准则，然后建立一个大家一致的作战共同图像。李英良讲，军方透过军中军机地面雷达收集强机数据资料，加相关的参数输入南方防空系统。战争的阶段，防空系统会优先处理敌军的威胁。记者采访报道。讲到伊朗去攻击卡达的天然气处理基地，讲到卡达，唔那是全世界第2大天然气的供应国，也是亚洲主要天然气的来源国。咱经济部长景明显是表示讲，已经要求中油提早调会定3个方案来应对。中油为中东进口油气拢经过荷姆兹海峡，今晚因为战争封锁，加上亚洲主要天然气来源国卡达因份设施遭到伊朗攻击，外界烦恼是不是冲击台湾天然气的供应呢？3月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尽量的是说4月份我们开始启动了，有一些调货如果啦，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万一
这个暂时拖到4月份的话，但是万一拖到4月份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因应措施。经济部长景明显表示，7日已经启动应变会议，观察情势变化。3月天然气供应无问题。根据统计，去年台湾原油来源国10国，天然气来源14国，卡达各占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的1/3。中油透过提早调度非中东气源，向一项卖气源的公司参详互关，也个为市场买现货来充足物料缺口。经济部会强化能源安全准绳，按算在118年进前，对美国买液化天然气占比为10%调悬到15%到20%。中油今年也甲美国上大 LNG 出口商签1.5年买卖契约，今年6月开始交货，明年开始每年应买到120万吨。台湾的安检存量 ，LNG 的安检存量确实太低了，12天。那日本有30天，那韩国有50天。那所以应该有空间跟他们要，如果时间比较长，他担心他也不够啊，这个困难还和风险是在的。受卡塔宣布停产，冲击欧洲甲台湾在内亚洲国家。彭博报道指出，欧洲天然气期货价小拜已经清关超过3成。美国伊朗冲突相关引起投资人惊吓被压出现。阿股市扯平平，七三加权指数收盘失守35000点，落771点；日股落超过1900点，收盘落超过3%。韩国因为7日休市，七三开盘暴落 ，KOSPI 200期货指数盘中熔断5分钟暂停交易，收盘落幅度超过7%。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演说，讲到为着要应对中东的战事，宣布航空母舰战斗群戴高乐转来镇守地中海，启动铁桥计划，提升国内安全警戒。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附近，一个滨海步道崩起，造成4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日本计划伫离台湾上近的离岛与那古尼布一个自卫队飞弹部队，将大新办这说明会在地居民受无共境界。继续来看咱国内行政院长这杜英泰昨去到立法院针对台美关系提出专案报告，不过中途数一个食酒醉的不明人士撞入来，佮对这警察来动手，去当场压伫涂骹，移送法办。经查，该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味，先前于地下室走廊与保六员警发生口角冲突，影响现场秩序及公务执行，且无任何政治意见表达诉求。全案后续依刑法妨碍公务罪嫌逮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这查甫人食酒闹事，无影响到在场的立轨甲其他公职人员的安全，专案的依照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继续来看，基隆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去用翕到讲，咧甲因派出所的警察洗车，这洗了爱用手指头去划，放伫咧嘴里甲嘴嘴咧，安尼才有清气，引起霸凌的风波。这基隆市第1分局就表示讲，这所长指导方式无妥当，会甲记新界。过来啊！对基层大声嚷，所长情绪激动，全身示范洗车了后安怎才叫清气？学校有没有教你洗车？没有。看镜头啊？没有。所长检验方式是用镜头来回录警车的钣金，再个放入去嘴来确认。我昨天晚上已经帮他们洗好了，我有教了，干净的。涉案的县市所长伫基隆市第1分局的中二派出所任职，因为年度装备检查，伊讲2月开始真侪该选择洗车，有一个部署登记唔洗，伊家己伫2天内用轻有外时间洗真侪台警车，佮必须为倒地指导环境。先行处分申诫，严令不得再犯。至于霸凌部分，分局迄今未收到该所同仁有提出反映及申诉。所长讲话口气作为动作，互人质疑酒后失态，像骂人的指导嘛引起这场霸凌的风波。基隆市第1分局是讲，所长伤过点阵，态度无好，方法错误，已经有组专案小组做后续的调查。非常不以为然，一个警察同仁，尤其已经做到了所长，应该要有自己代表警察形象的一些作为，非常严正的看待这些事情，也会请后续警察局做妥善的处理。专案持续的议论，甚至愈看愈大条。即马阁也讲检局内部登记调查影片外流的来源，这么侪状况，也互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无法度认同。这种霸凌的状况其实蛮常见，尤其是在主管
对某些人有比较不好的看法的时候，但通常不会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这么做。除了教导方式有问题，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伊嘛点出目前的总检制度太过注重清气，若是检查无清气，所长等相关人员都有可能面临处分。认为装备的功能是不是正常，这才是重点。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新北蘆洲一个查甫人接毒塞车，警察夹查，佮油门催泪硬冲直弄，警察是连开12枪要甲挡，伊佮冲来要弄警察，造成2个警察受伤。最后嫌犯呢是走去泰山，秘伫一台大货车的后车道，互警察抓到。警方关渡界边紧急夜枪入指，白色的汽车驶真紧冲过来，因随开枪制止。在场有真侪警察是连续开12枪，但是这驾驶毋但是无爱停，甚至佫冲启动警察车，造成2个警察受伤。伊继续吹油门浪讲，为着互警察约伊袂着，伊是沿路弄红灯抓行，结果失控启动着奥多麦，车随弹条逃走。警方一扩大围捕，开始地毯式的敲锤。绕到一个巷仔的时阵，发现嫌犯的形影，伊秘伫个大货车的后车道顶缘。警察随伊带转去调查，嘛对涉案的车内面找到食毒品的工具。经过实施检测，查出伊涉及食毒塞车。涉案这姓林的查甫人是39岁，初日半暝11点外，伊违规临停伫新北市蘆洲的巷仔内，互警方查缉。但是伊心虚人讲，面对互查落来围捕，伊共款弄警察车，一路走去泰山尾。最终在泰山区一处巷弄内查获该名驾驶，当场以现行犯逮捕。有关犯嫌驾车拒检逃逸及冲撞远景等刑事，本分局讯控加依妨碍公务、危险驾驶、毒品毒驾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除了食毒塞车，在嫌犯讲发现讲伊是挂假车牌，即摆是涉犯食毒塞车、危险驾驶含妨害公务这罪嫌。洪以上伫交通违规的方面，警方嘛已经开单来揭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底，伫咧南投一个失踪渔港塞车弄死人落跑，警方伫咧顶礼拜2月24总算是抓到人，嘛伫同一个所在，搁再查到9个失踪渔港，全部爱遣送回国。警方入来姓5个嫌犯，伫咧台中新港大的所在甲伊逮捕，同时嘛查到另外9位失联的渔港。这都是哪一种逃逸的吗？这2位都是逃逸的啊。嫌犯敢若会使缩抢上绑，伊除了是失联渔港，嘛涉嫌开车甲人弄过浪港。代志发生伫咧去年12月，向阵的监视器翕到白色的车驶到路口，煞规台车驶到偏去，弄到对向的机车起司。代志发生了后，包括车顶驾驶8个人，第一时间拢无叫救护车，是甲车等的，就安尼做一走，即个机车起司8个嘛救无起来。案发后肇事车辆遭遗弃，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本分局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逐一比对路过人员、车辆特征及行车轨迹，顺利锁定涉案人等身份。南投的警察伫顶个月24抓到人，依照违反刑法调处滥工罪的罪嫌上班，检方复审了后，法院该羁押。家属表示会依法讨公道。移工团体表示，目前伫台湾的外籍工作者差不多85万人，失联的移工差不多有9万5千人，目前也有增加的趋势。最大还有一个原因还是在经济，就是债务的一个捆绑。他们在来台湾来讲的话，大概要背负了7000块美金左右的一个高利贷的一个借款，他们才能够来台湾。那还有就是说，他们一些同乡也会有可能怂恿说，他如果逃工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会有更多打工或者赚钱的一个打黑工的部分啦。姚胜天表示，来台湾做工课外籍工作者，常常因为经济压力，或者是基建还是适应的问题，真做失联的移工。除了头家本身就要提供友善的环境，这政府相关的配套措施嘛要做得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高雄公山火车头附近一台载白铁仔捆的拖车，这司机看到红灯要停，这车顶的白铁仔捆煞绑无安，煞连落来，险险啊去缀到边仔骑车的民众。这白铁仔捆一捆到15栋，若是真正去缀到人，就真正是代志大条。
初二暗头啊，高雄公山火车头附近，民众奥多摆徛伫个外线车路，来到路口准备要动红灯，驶伫中线的拖车煞雄雄切出来，拖车顶悬的白铁管就规粒闪落来车路。警察2秒钟的时间，徛奥多摆民众险险啊，就去过15动荡的白铁管地着。警方表示，姓王的拖车司机今年54岁，车顶的白铁管哪像白无安，才会害落来路里。因刹停导致车上钢卷掉落路面，所幸未与人车碰撞，无人受伤。由于钢卷体积庞大，影响交通，远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指挥，疏导车流，并联系吊车排除障碍。警方表示，司机无超载，不过载回白无安，爱食红单，相关罚1万8千块。虽然白铁管已经调走，不过车路顶悬已经闪出5公分深的痕迹，现场也有放塑胶笋来提醒民众。当地里长讲，中山南路正大车多，巷仔路嘛多，因为大车甲奥多摆无加开，伊也拜托司机驶伫这条路速度一定要放慢。因为这边路口巷弄多，所以红绿灯也多。那你有时候可能这个路口绿灯，在下一个路口马上转红灯，刹车不及，那你后面重物没有绑好的话，就很容易掉落。这件意外加在无人受伤，桥多摆当事民众伊的太太也甲画面打去网络，呼吁大车司机载货一定要照起工来，唔通贪方便就凊彩白，因为这个无拄好就会毁掉一个家庭。记者柯家主赵用高雄场报道。同款是伫咧高雄，最近是有人伫咧网络顶刊文，讲看到你的车去讲啊，要赶紧来处理。结果来才发现讲规台车就好势好势，怀疑是有人找无车主来刷车，才用 AI 来解读，叫车主来出面。不过这种做法，恐惊是已经在涉嫌着伪造犯罪事实，恐惊是会食罪。相片内底白色轿车逐底玻璃拢互敲破，车身顶悬嘛画甲乱糟糟。高雄公山顶个月底有民众伫面册打文，讲这台车互敲甲密密麻麻，叫车主紧来看车。公山分局看到打文，主动派人来看，所发现规台车好势好势挡伫遐，原来是有人透过 AI 解读，想要写车主紧来刷车。不只个警方讲，这款做法已经违法。有关网友散布不实影像，除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外，另因涉及伪造犯罪证据及虚构事实，已触犯刑法第171条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拍开 AI 软体传一张相片，甲 AI 下指令，无论是甲车改做乌色的，还是规台车背景改去合环线 ，AI 拢家己处理好势。就是因为这么简单好用，无论是工课上，还是日常生活，真侪民众拢会用 AI 来斗相共。不过律师也要提醒民众 ，AI 工具要用伫正途，而且若要伫网络打文，也要特别注意这几点。民众使用 AI 生成图像时，要注意切勿冒用公家机关名义，也切勿捏造他人犯罪事实。另外，也要注意有无个资法、社会秩序维护法违反之问题。不是只有我们使用上注意，我觉得以后在看事情或看案件要不能够马上相信，尤其是一些比较怎么这样子？只要你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就不要100%相信，很多事情都要先求证。民众表示，凡是打文的人是好技术无细致打着红线。警方强调 ，AI 解读真真假假好分辨。不过，若亲像安尼伪造犯罪事实，都是违法。已经通知打文的人到案说明，同时按照刑法不够罪，函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应用 AI 甲半导体用电需求，这台电是有估对今年到2030年用电会增加超过500万千瓦。也另外针对卡达的天然气停产，咱的电池敢要搁起？经济部是表示，若是中东继续要战到4月，南北部就是爱用轻土炭来发电。台湾为国外进口液化天然气有8成主要供应国内发电，不过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卡达，却因为中东战争宣布停产，引起外界烦恼天然气的价格，嘛是影响电价平均成本的重要因素。3月的电价审议会敢会调整电价呢？今年全球经济增率大概维持跟去年3.3左右，我想政府不会急着在电价里面去着力。台电表示，为今年到2030年用电成长平均年增100万千瓦，主要产业包含半导体、封装测试甲 AI 周边等。不过，台电今年新增加供电包含恒大新燃气23号机、台中新1、2号机，4台机组拢总520万千瓦热销上线。台电必须重新系统性检讨电源开发。
能不能请这些资料中心能够有自设发电的一些设备，包含储能的设备，对它本身相对也比较好一点。半导体产业 AI 算力它能够往桃园以南的方向去设厂，电源是比较充足。针对中东战争唔若影响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供电形成考验，记者部长景明谦指出，3月天然气供应无问题，若是战争拖到4月，也有一寡因应措施，全面开放火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学者有无同看法？我们可能不得已不去重启这些所谓的停转备用的燃煤机组，因为用电量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那你现在核2、核3了，就算按照进度来走，2年到3年内，假设这4部机组都可以上来，你的燃气这边还是来不及供应。学者讲，国内燃气机走前线无定着无问题，不过天然气接收站爱加紧进度，才会当确保未来供气充足。台电公司是讲，会持续看国际燃料的走势，依照机制提报电价审议会决定。记者采访报道。后个月就是清明啊，为了要让大家拢会当顺利买到车票，台铁甲高铁拢会加开车帮。台铁是昨3月初3到开放订票，高铁是3月初5开始。民众入票要入去外台坐车，后个月4月初2至初7是清明的连假，民众会买票准备转去陪望。民众讲连假的车票真歹抢，就算准时抢嘛无一定买有。也有民众讲，若无买到，就要改坐客运转去。不好抢，之前到12点半都还买不到票，因为那个系统就是 loading 不进去。有时候会等自由座啦，通常都买不太到。假如真的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只能坐国道客运吧。为着避免民众买无车票转去陪望，台铁和高铁拢宣布会加开车帮。台铁今年总共加开165帮，包括东线86帮、西线58帮、含南回21帮。初3开始开放订票。台铁表示，已经有18.4万张车票予人订去啊。若高铁是加开191帮，其中往南的有73帮，往北的有118帮。3月初5开始开放订票。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为止，一共完成了11.2万笔、18.4万张的车票预订。目前订票状况，除了4月2号下午以后台北往花莲、台东的方向车票售罄以外，其余的各时段以及区间都还有座位。另外，台铁表示，4月初2至初6加开的4名坐列车，第3月初4开始开放户籍伫花莲县和台东县的民众买票。相关的规定会当伫网络查到。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卫福部推动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对2024年开始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6万人次来使用。有民间团体是呼吁讲，爱甲免费的咨询范围放零降到12岁。这卫福部长赵宗良是建议讲，先以学校的辅导为主，然后必要才可动用医疗帮助。过去2个月，就是各中的教育会考。根据民间团体的调查发现，讲最近几年，高中生的升学压力毋但无减颠倒增加，甚至有要3成捌因为课业的压力伤大，有想要自伤的想法。呼吁政府把心理支持方案适用的年岁改到12岁。对这台北市自伤心理师工会嘛表示支持。青少年若持续出现心情歹、走心症镜头，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咨商。可能是身体的症状，好，比如说我常常头痛啊，我常常肚子痛啊，但是也许去看医师，医师也跟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这样子的状况可以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心理的压力造成的。咨商心理师表示讲，青少年常常面对的困扰是包括课业的压力、家庭关系、交朋友的情形、和男女朋友的问题等等。有当时是因为惊，唔敢对外来求帮助。若是会当透过专业的心理咨商，就会当到来处理因的情绪，对理清因的烦恼有帮助。但是目前卫福部推出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敢若提供15到45岁大个人3摆免费的心理咨商，无包括12岁的囡仔。在15岁以下，多数呢都是在就学的阶段为主，哈，那么应该是以学校的辅导为主，然后再来做转介，好，所以我们希望是加强跟教育部的合作。
赵总统强调讲，会加强和教育部的合作，积极重视至少伫咧学校的期间心理健康的促进，必要的时阵才阁转去心理健康，也是精神医疗相关资源。根据上新的统计，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开始实施以来，到2020年2月底，加起来有10万外人，超过26万人次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推动药检减少工时计划，已经有公司咧申请啊。不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政策的预算甲规模受过细啊，对每一间公司的补助人数甲时数拢有上限，对大间的企业来讲，恐惊是下袂去。台北市推动友善药理政策，药理减少工时计划3月开始，3月7日是第一天上班日开放申请，已向公司申请。另外，还有真侪间中型企业也深入了解申请的方式。开放申请的第一天就有企业送件，目前也陆续有企业打电话来了解细节，代表确实有企业愿意在市府示范计划的鼓励下，尝试育儿减少工时的措施。我们也会持续积极协助说明，帮助企业顺利完成申请。民团是认为，政策限制申请资格严格，计划爱是登记伫台北市的事业单位，而且劳工设置伫台北市，已经排除真侪双北通勤或者是外地工作的劳工，而且因为预算规模细，算出来因公司每一间企业补助人数甲时数拢有上限，对大型企业较无吸引力。那以我们看这个计划的评估，因为它其实规模非常小，那就会变成是说，本来就对职场的育儿友善，就是比友善度比较高的公司，可能就会有更高的动机去申请这样的计划，因为它毕竟并不是一个普及的计划。民团阁表示，处理文书事务性工作，或者是有排班调度经验的行业，比如金融业，职位调整空间较大。不过，亲像每一个职位拢有固定人力需求的制作业来讲，较歹减少工时，建议应照产业别来分类，结合共产业内底表现较好的企业分享做法，或者是参考国外共性质产业的治理经验，提悬政策效能。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各地元宵的传统，伫咧云林马鸣山镇南宫奉祀古年千岁，当年拢会举办食饭大的活动，也伫咧苗栗的竹南毛炸邯郸。台中市的这元宝宫伫咧元宵暝也有烧火狮的传统。嘛，韩国澎港港边还有几只韩国旗，吸真侪人来食看卖。我来过啊，来过啊年啊，有爱好食无？好食。今年一摆云林马鸣山镇南宫的食饭大，初三元宵节开始，就算落沙沙雨，也吸不少人来食。相传早期地方气候活动，当地庄仔头拢会准备真侪食面，互民众食平安。那这做有百年历史的文化资产，也是呈现社区凝聚力，要传承意义。今年呢非常特别啊，是咱东势乡甲咱埔中乡联合举办啦吼，所以呢，咱有真侪乡亲时代啊，拢总真热情啊嘛，传了真澎湃吼。在苗栗竹南的炸邯郸也在元宵节暗时开始，甲大同炸邯郸无同。苗栗竹南是由汤北溪桥帮跟邯郸爷斗阵，互炮火炸象征区隔避乡甲迎接来年好运势。我们的整个一个炮仗队呢，他们会不断的用鞭炮去往他们身上丢，那个范围会非常的扩大，会整个蔓延到我们整个中港老城的街区，会循环的做这样一个炮炸，所以那个规模跟一般的炮炸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台中市的元宝宫也正老热，透早工作人员都无闲准备平安丸，互民众来分享，这用的拢是民众所管的百米。是元宵节啊，是，他要来这边拜拜啊，是，刚好有平安餐，就吃个平安嘛。因为狮子里面有一些硫磺，然后这个硫磺之气在自古呢的传说就是一个去除瘴疠之气，在新的一年呢替大家呢这个驱吉避凶。除了分享平安酒以外，伫暗时也有烧火狮，标榜强调这是元宵节相互代表性的信仰仪式之一，除了象征气度、将烈之气，也祈求新的一年能平安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咧新竹的北部有一个客人的传统，叫做油公火。这民众是手提火把就伞，长长的队伍，就亲像一条火龙来祈福。今年是超过2000人来报名。
把火把装伫倒仔4支卡，以倒头栽用卡带的方式快速登倒仔，精彩表演，互现场观众拢话有够厉害。这段表演过去捌上过英国选秀节目后，受到大家欢迎，也是今年北部元宵节的表演节目。非常棒，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王五最棒的一次。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不一样，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次。环境不一样，观众不一样，我所在的地方也不一样，那带来的感动，我相信观众也是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心情。今年活动吸超过2000人来报名参加，民众手举竹仔做的火把，经过北部的大街小巷了后上山，远远看过去，就亲像一只火龙，除了代表祈福，也传承文化艺术。那我们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制作属于自己一把专属的这个油缸火之外，那另外我们也安排了这个文化之旅，让游客也可以更深入了解北埔的在地文化。乡长指出，这项保留超过100年以上的活动，即马已经成做当地传统文化，希望让更较侪人以无同款的方式明白北部，体验客家庄元宵节的文化特色。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的台东元宵夜景，这2天生民夜景，这市区4街拢在放炮啊！这届阁有一个办肉身邯郸夜民众是摕手机来记录，互炮啊炸的状况，咱做伙来看卖。炸邯郸夜是台东县元宵暝上届出名的活动，不过从来就无人知影，徛伫咧叫去互炸是啥物状况。初二暗时，一个攀烟肉身邯郸夜要求徛伫桥顶第2摆，甲古早摕青仔叶来挡炮的传统拼掉，改摕手机专程记录炸邯郸。这嘛是炸邯郸有史以来提供互外界了解攀烟邯郸夜轰炸的状况。正常是炸都还好。唯一缺点就是说烟，为什么我在上场的时候几乎都会抬头？抬头就是换气。台东县元宵暝初3之时，进入台东县顶无形文化资产的台东元宵市景，今年有70外间庙的队伍来报名，新民桥甲加将顶头的沿路市景接受民众用炮瓦甲炸，有游客专程来参与体验台东元宵活动。因为为着市景的队伍会当遵守秩序，今年嘛特别约束顶头，袂当私底下换口的号码，爱一个一个市景进入天后宫。小孩子有喜欢，就带他来看一下炸邯郸，然后绕境这样。本来因提倡拢会当换河嘛，即马袂当，今年袂当换河嘛，照规定，照抽偌济就偌济安尼，较袂乱去安尼。台东县元宵市景活动，初3、初4拢总进行2天，天后宫嘛呼吁民众唔通外炮火伤近，较免防炸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带路客来看欧洲国家爱沙尼亚2月是正式来开放今年冬天头一场官方核准的冰上公路。车伫咧尤西马岛加萨雷马岛的波罗的海冰站，到有30公分的冰公路顶头来回，会当省足侪时间。冰公路伫咧爱沙尼亚北部寒冷的冬天是足接看的现象，尤其伫咧波罗的海结冰的时阵，这条有17公里长、官方认证的安全道路，有甲基本的路标、甲树仔机做记号。It's part of our winter. It can be fun. You can use it to visit another island, but sometimes you must do and use because you have no other option. Ferries and boats cannot cross the sea. 政府会伫咧冰路有利的所在使用机械铺设雪土，也是用冰甲力用好平，再搁用压路机底好杂尖。就当互车安全通过，有当时爱用几若点钟，甚至1天来修补。过去阁捌有6条官方冰路，不过今年资金有限，而且最近气候变迁，互冰冻期愈来愈短，冰嘛袂够。足侪驾驶选择家己行，毋是官方安全认证的路。Because no one can ensure how thick this ice is on the road. Weather is bad visibility, then there is danger that people get lost. I'm not afraid because we starting forest works in Wormsey and this is a better choice. 按照官方的规定，平均速度限制每点钟40公里计算，若是一组车辆过2分钟才会使行，佮甲动车距离算入去，一座路可能就要30分钟。也若热天瓦克渡船，航程可能就要1点半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天气报你知，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显变冷。这波东北季风这强度可能有接近大陆冷气团，嘛提醒观众朋友爱注意天气变化。下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0度。 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6度至24度，东部地区15度至23度，高岛地区11度至21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